太平床是俺家戏剧床，总唔得就安样摸体咧。阿爸，昨底食钱饭爱么？俺想到太平床搞起来。你少睇一件，你还有7件啊！我东街世界70年没出。俺为了太平床变做最好的插工床。少得就少得嘞，人是要做唔得生过来，你还匆匆忙给。爸，少得咧是俺最好的朋友咧。从谁到大，我只要求你一件事情，就会做唔得做了妹子。了妹子，阿爸，为俺闹你穷了，问得了是阿扁婷婷。小舅，怎么解？我爸又等到您来条钱。哎呦，就算我是阿扁在你身边，我们不是欠人半仙钱哦。你讲本大家照顾眼球，什么道理？不过你讲我冇欠大家乜嘅东西错吗？共样慢讲啦，像我咪开银行嘅，你也冇现金，大家咪穷样冇法度做吗？嘿，冇现钱吼，就会当难做事哦。就像安尼吼，系冇吃费，安尼个记就当难好好讲出来，错冇？冇错，冇钱，马介是做唔得，不过冇师傅，哎，你个合会，马介是做唔得哎，咧。会讲唔出来哦，吼，所以今日下吼，安尼要精心的，就个复习一下，安尼你系会讲个吃费咯。好，了解课咧，老太太分享系马介主题介吃费咧。嘿，你系到关系，好，要相关个吃费，你下来看咯。关系，马介关系咧，穷下来看咯。好，了解堂呢，提着教大家穷下来复习嘅师傅，其实谈起来当念听，唔过系人才世间听出会多多嘅事情，是系死亡这件事情，死亡死去，合会用办起来讲咧，是。死冇错，咁讲咧，平常时冇人讲吼，佢死體唔會用先講吼，佢過身體咧，佢過身咧過身了，下輩會看一下下輩嘅詞彙係乜嘅咧？生。哦，唔家係死，第二下是係生。出生改生。生咧，好，我老師相對下輩來看一下，佢係乜嘅？因為看。差師傅吼啲佛教部嘅時節本佛扯到咧吼，曲到結果就是過身嘅，所以咧其實老佢講人死又不能復生，你係記記人死不能復生，可唔可以用辦法來講咧？人死要做唔得生過來，人死要做唔得生過來，你要看下真的哦，你要表下來，你要自己要放下，人死不能復生啊！下擺你哦，平常時吼，啲呢個時態吼，見來見到時態人，啲唔卡啲生人，所以平常可能會強人形容扮形，照顧，是照顧。照顧，冇錯咧，係長照非常嘅東西行嘛。咁個啲咧其他地度吼，即係講吼，因為佢強會冇錢咧，所以咧叫拜託所有嘅茶農，因為吼我們日光茶廠
一直受到大家的照顾，日光一直受大家照顾，哈妹用扮先讲，日光本大家照顧眼球，係日光本大家照顧眼球，眼球，眼球。要全做的，你看，哈妹用一隻音，用講3種嘅日上調嘅方式表達一個詞彙，眼球，眼球，眼球，全做的，下步你看。叫做新蒙台之干嘛？要感谢大家对他的照顾，感谢。哈不，用半先讲。新蒙，新蒙，这个非常感谢，感谢再感谢，非常感谢。哈不，用半先讲。新蒙感謝，新蒙感谢，新蒙二，新蒙感谢。哈不来看下几位哈？他说不过。事情发展没有这么简单。不过 ，but however， 哈會用半先講。過，大家注意啦，上調變化哈。他下面就會說，那些茶農很生氣啊，做乜嘅按不按哦？因為家嘅茶工廠哦，少睇啦，呢啲下冇現錢啊，冇錢本嚟叫茶農嘛。就講大家係氣勃勃哦，都回事。不過我們日光從來沒有虧欠各位什麼東西嘛，大家講對不對？不過日光從來沒有虧欠各位什麼東西。下部有乜先講？不過日光未冇欠大家乜嘅東西。不過日光未冇欠大家乜嘅東西，猜講錯嗎？錯。對頭擺到呢下，特起嘅錢，全係就副本嘅，也無卡嘅羅倫太食，全係愛你日光工廠來照顧太自家咧。下邊來看下好多乜嘅詞彙哈，做咩嘅？他就說。真的不好意思，我們現在真的沒辦法給你們現金啦，沒有辦法，哈會用半現來講咧，冇法度，冇法度，大家緊緊做賣事情的時間，比如講，稍早明天再交一份報告，唔過上禮拜到兩禮拜完全冇事啊。先生講，稍早交報告了，大家做得麼？冇法度，真嘅冇法度。茶農飛機來講哈，呢度冇法度，嗌到大家也都沒辦法。下文用翻先講，大家未強壯冇法度，大家未強壯冇法度，你冇法度。我未冇法度，到底用嘅啥將有法度咧？等下兩下強下來看下部會發生乜嘅事情了。歷史嘅過程當中難免遇到咧當冇奈何嘅事情，該看到很艱苦哦。真嘅尤其學嘅頭家講到嘅朋友嘅事情嘅時候，當場本應求定心腸強壯，用話用起目接難感啦。當咱係想才該當時嘅情況底下，佢係巴仔呢，用辦公日啦。壓力當睇唔過上就因為安樣顯嗱啲睇自家你大家看到啦，當然對自家當重要嘅事情，佢要佢自家嘅堅持，還有佢對呢件事情要付出呢個盡心嘅所在咯。冇錯，所以在安樣顯嘅情況底下，樣辦呢就做得過了係難關啊。你查倉樣辦行技術，看下日本大家話唔啲樣辦係上上嘅。冇錯嘅，呢下本大家強下來看下，機會來樣辦先來發展了。